美味我並沒有吃，酒肉也沒有入我的口，也沒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滿了3個7日。正月24日，我在希結底大河邊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髮精金帶，他的身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這異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見，同着我的人沒有看見，他們卻大大戰驚，逃跑隱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見了這大異象，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我卻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一聽見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啊，你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來，因為我現在奉差遣到來你這裏。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的站起來。他就說：但以理，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但以理但波斯國的魔軍攔咗我。21日，忽然有大軍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裏。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他向我這樣說，我就臉面朝地，啞口無聲。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開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我主啊，因見這異象，我就大大受苦，毫無氣力。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渾身無力，毫無氣息。有一位形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啊，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何來見你嗎？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軍爭戰。我去後，希臘的魔軍必來，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大軍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魔軍的。時間交返俾牧師。我們這段時間一直在講但以理書。呢段時間我哋一直喺度講但以理書，尤其是講但以理書裡面講但以理所看到的異象。我哋喺度講緊喺但以理書裏邊，但以理所見到嘅異象。那麼每一次上帝借着這個異象啟示但以理將來會發生的一些事情。咁每一次上帝都係藉著呢啲嘅異象啟示但以理將來會發生啲乜嘢事。
那么今天又是一個異象，今日又係一個異象，告訴但以理。話俾但以理知。好，我們來看一段引言。我哋嚟到睇引言。但以理一生關心他的同胞，尤其是同胞們對上帝信仰光景。當回歸故國重建聖殿嘅聖民遇到重大嘅挫折，甚至係遭受到陷害嘅時候，佢就禁食禱告，佢從異象之中得到嘅啟示。但以理知道他們弄到變成亡國、到處流離的這個光景，是因為同胞們對不敬畏上帝拜這個偶像，道德敗壞。但以理知道佢嘅同胞之所以會淪落到呢個亡國被擄呢個咁樣嘅景象，係因為佢哋拜偶像同埋佢哋嘅道德敗壞。那麼好不容易他們亡國滿了70年以後，然後上帝讓這個波斯王激動波斯王，讓波斯王允許他們回到故鄉去重建聖殿。好唔容易亡國咗70年之後，上帝就鼓動呢個波斯王容許佢哋翻去故國嗰度嚟到去重建聖殿。那麼他們回去建聖殿才1-2年，沒多久，突然當地的人就來反對了。佢哋翻到去故國嗰度重建聖殿唔夠2年，咁當地嘅人就起嚟反對。那麼當地那批人，尤其是這個撒瑪利亞人。當地嗰啲人，尤其是撒瑪利亞人。因為撒瑪利亞，他們本來就不是在猶大的範圍，他們是在以色列這個王國，就是以色列這個國家分裂的時候，分裂在北邊的，那麼猶大是南邊的，所以這些人本來就跟這個南邊的我們後來叫猶太人，本來就不大合。因為呢啲撒瑪利亞人呢，佢原本喺呢個以色列分裂成為即係南北兩個國家嘅時候呢，佢哋就分裂咗喺北國以色列國，不嬲呢就同南國猶大國嗰啲人呢就唔係好合得嚟嘅。他們嘲諷，佢哋譏笑，佢哋嘲諷，佢哋譏笑，這也就算了。咁都算啦。他們甚至還陷害這些人，甚至佢哋仲要陷害呢啲人。他們怎麼陷害知道嗎？佢哋點樣陷害法呢？他們污蔑他們，說他們污蔑佢哋造聖殿其實是不是真的意思？佢哋話佢哋做聖殿唔係真係做聖殿咁嘅意思。真的意思借着這個建造聖殿要形成一股勢力，要謀反佢話佢哋藉着興建聖殿係要嚟到去聚積一股嘅勢力嚟到去謀反，而想要整個背叛波斯帝國的統治係要嚟到背叛呢個波斯帝國嘅統治。這個是最卑劣的政治陷害。呢個係最卑劣嘅政治陷害。我這樣嘲諷你們、譏笑你們，可能也沒什麼用佢哋喺嘲諷同埋譏笑，可能都冇乜用。我也沒什麼大的本事，怎麼對付你？亦都冇咩大嘅本事嚟到對付嗰啲猶大人。我去誣告你。於是就誣告佢哋。說你有謀反。話誣告佢哋謀反。思想有問題。思想有問題。這個是最醜陋的。呢個係最醜陋嘅。我們中國人很清楚這個嘛，對不對？我哋中國人都好清楚呢個。我小時候在台灣長大，早期時候也有這些事。我早期喺台灣長大都有咁嘅情況。那我後來發覺一點都不稀奇。後來就發覺一啲都唔稀奇。2000多年前不止2000多年前，人類歷史早就有這種事。其實2000幾年前人類歷史早就係咁做啦。當初的撒瑪利亞人就幹這些事。當初嘅撒瑪利亞人就係做呢啲嘢啦。我跟你不好。我同你唔啱。我就誣告你。我就誣告你。那麼我們看當時這些人遇到這個事。當時以色列人就發生咁嘅事啦。那麼但以理聽說了。但以理聽聞咁樣嘅情況。當然就很難過。咁就好難過。他就開始禁食禱告。佢就開始禁食禱告。在禁食禱告中得到上帝的啟示。佢就禁食禱告嚟到祈求上帝嘅啟示。好，波斯王居魯士第3年，有事獻給稱為伯提沙撒嘅但以理，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爭戰。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異象。當這時，我但以理
悲傷了3個7日，美味我沒有食，酒肉沒有入我嘅口，也沒有用油抹我嘅身，直到滿了3個7日。就是他聽說了一件事情，什麼事情？佢啊，聽聞有一件事情係咩事呢？就是我剛剛講的，就係我正話講嘅。居魯士王啊，原來上帝激動他，讓他容許猶太人回去耶路撒冷建聖殿。居魯士王上帝鼓動佢，令到佢容許猶太人翻去建聖殿。那麼可是碰到這個仇敵的反對，還被陷害。結果呢，就遇到仇敵嘅反對，仲被陷害。好，我們看下面的說明。下邊佢嗰度係咁樣講：此時由所羅巴伯領導嘅聖殿重建工程，俾撒瑪利亞人反對，係向波斯王嚟到去誣告百姓，試圖阻止佢哋嚟到去重建。咁呢個喺以斯拉記嗰度我哋見到，但以理已經係高齡，仍然喺巴比倫嗰度禁食禱告21日嚟到支持呢個嘅聖殿。但以理人隔得這麼遠，那麼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但以理人喺咁遠千里之外，佢有咩方法呢？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子民，佢係上帝嘅子民，用禱告來支持，用禱告嚟到支持，不只用禱告，還禁食禱告，唔止禱告，仲要禁食禱告。甚至他的生活其他方面也是一樣，他平常睡眠的時候需要抹油，讓身體比較舒服一點，可是他甚至連這個都放棄了。佢甚至乎佢平時瞓覺嘅時候需要抹油，令到個身體舒服啲，但係佢連呢個都放棄埋啦。那他禱告了21天的時候，咁你禱告咗21日，碰到了過了碰到了24號。碰到咗24號。好，我們看他這邊講到的正月24日，請讀。直到正月24日，我在希底結大河邊舉目觀看見一人。好，那麼他這個正月24日，所以他應該是從正月4號開始禱告，到正月24號大概21天那麼然後禱告了21天，他在這個西底結河，我們現在叫做底格里斯河。佢應該係由正月嘅4號開始嚟到去禱告，一路到正月24號，咁就有21日。好，我們看喺呢個希底結大河嘅旁邊，即係今日嘅有底格斯河。我們看看這個圖睇呢個圖。我們他看到一個人。佢見到一個人。那麼他底格里斯河就是這邊原來我們以前和合本翻到西底結河，這個底格里斯河就這一條。呢個底格里斯河咧就係嗰條。Tigris River。那麼這個地區我們叫做兩河流域。呢個地域咧，我哋叫做兩河流域。這個是幼發拉底河。呢個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iver。這個是巴比倫。呢度係巴比倫。那麼這個誰啊？但以理就是在巴比倫。呢個但以理就係喺巴比倫。當年他被俘虜到巴比倫來。當年佢就係被俘虜咗去巴比倫。那麼事情現在發生在哪裡呢？咁實際上即係事情發生在耶路撒冷。喺聖殿重建喺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喺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可是遇到這個攔阻了。就遇到攔阻。這個重建的這個團隊被陷害了。重建嘅團隊俾人陷害。那麼他在這邊聽說了。佢喺呢度就聽聞呢件事。那麼他就在這個大河的旁邊看到了異象。咁佢就喺呢個大河嘅旁邊見到異象。禱告了21天以後。禁食禱告咗21日。那麼這個位置呢？這個地方就是波斯灣。呢個位置咧就係波斯灣。當年美國總統老布希打波灣戰爭就是這個地方。呢排成日打仗咧，波斯灣戰爭咧就喺嗰度啦。這個就是以色列。呢個就係以色列。這黎巴嫩呢個黎巴嫩。好，那麼這個就是地中海。呢個就係地中海。好，那麼好，這個地理位置大家都清楚了。地理位置咧就係咁樣啦。好，那麼就在這個地方呢，在這個底格里斯河的大河旁邊呢，他舉目觀看，看到有一個人。就喺呢個底格里斯河嘅旁邊，佢舉目觀看，見到有個人。好。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
說話的聲音和大眾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這真像唯有我一個人，一個但以理人一個人看見，同着我的人沒看見，他們卻大大戰驚，逃跑，隱藏，只剩我一人。我見了這大異象，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我卻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一聽見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他看到這個人啊，後面11節講了，這個人其實是一個尊貴的天使，就是天使長加百列。其實佢見到呢個人呢，就係天使長加百列。那麼這個天使長呢，身上披了一個黃金腰帶。呢個天使長身上面帶住一條黃金腰帶。他形容是最好的黃金。最好嘅黃金。他叫做烏法精金。係烏法精金。那烏法呢，這個發音呢，就是俄斐啊。烏法呢個嘅發音呢，就係俄斐。這個聖經有時候把它叫烏法，有時候叫俄斐啊。俄斐是一個產金的地區。俄斐係一個產金嘅地區。那產這最純的金、最好的金叫精金。佢喺度出產呢個最純正、最好嘅金呢，叫做精金。那麼它有一個這個精金的腰帶。佢有一個精金嘅腰帶。身體如水蒼玉。身體好似水蒼玉。面貌如閃電。面貌如閃電。我們看這個閃電看不清楚啊電所以個面係睇唔清楚。我在講這個手腳好像銅啊。手同腳好似銅咁。那麼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說話嘅聲音好似大眾嘅聲音。聽起來不像一個人的聲音。好似一個人嘅聲音。好像很多人在講同一句話。好似好多人喺度講緊同一句說話咁嘅聲音。為什麼一個人聲音像那麼多人聲音呢？點解一個人嘅聲好似好多人講嘢嘅？我自己認為啊。我自己。他是天使長啊。天使長。表示天使長後面有很多天使的。表示天使長嘅後邊有好多天使喺度。那麼這個他看到了以後，然後當時在河邊有很多其他人。當時喺河邊有好多其他人。這些人怎麼樣啊？大大戰驚，逃跑隱藏。呢啲人點啊？大大戰驚，逃跑隱藏。你看這些話，這個畫裏面畫就這些人跑掉了啊。你睇畫裏邊嗰啲人向後走晒啊。然後自己也嚇着了。自己都嚇親啦。面伏在地。面伏在地。沉睡了。沉睡咗啦。然後在這個沉睡當中，異象就給他了。咁喺沉睡當中呢，個異象就向佢顯示啦。我們看第10節，天使長啊。第4節，天使長。忽然有一手。第4節。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未起。因為在異象裏面要講話嘛，對不對？所以按他慢慢起來一點，否則沒有這個動作動不了。因為如果冇呢個，因為呢個忽然間有呢個動作，如果唔係冇呢個動作咧，佢喐都喐唔到。好，我們看下面他說什麼。我哋睇下下邊佢講乜嘢。他對我說：大蒙看顧的但以理哦，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來，因為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裏。他對我這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的立起來。他就說：但以理哦，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就是因你的言語而來。但波斯國的魔軍攔咗我21日。好，他講說首先講但以理是大蒙眷愛的但以理。首先你係講但以理係大蒙眷愛嘅但以理。這4個中文字啊，我的感慨很深啊。對呢4個字我嘅感慨係好深。我是上帝的僕人。我係上帝嘅僕人。我多麼希望我在上帝眼中是一個大蒙眷愛的僕人。我係有幾咁渴望，我喺上帝眼中係大蒙眷愛嘅人。我也盼望我們今天早上來敬拜的弟兄姐妹，我們每一個在上帝手中，在他上帝眼中都是大蒙眷愛的。我都好盼望今日每一個嚟到神面前敬拜嘅人都係大蒙眷愛嘅人。這大蒙眷愛4個字很寶貝。所以大蒙眷愛呢4個字好寶貴，比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東西要寶貴。
比我哋中國人傳統嘅嘢係更加寶貝。我們沒有看重什麼被上帝大蒙眷愛，我們沒有看重。我哋冇見過有咩人係俾上帝大蒙眷愛，大大當官，大大擔官，大大發財，大大發財，大大有名。大大有名。可是這個是我覺得是最好的事，就是在上帝面前大蒙眷愛。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事，喺上帝面前大蒙眷愛。因為你大蒙眷愛，所以上帝垂聽你的禱告。因為你大蒙眷愛，上帝垂聽你嘅禱告。上帝差遣我來，我是被差遣過來的。所以上帝差遣我過嚟，我係被差遣過嚟嘅。所以這個天使長加百列是被差遣過來的。呢個天使長加百列係被差遣過嚟嘅。因為你刻苦己心啊。因為你刻苦己心。你在上帝面前那個態度、心態很敬虔啊。因為你嘅態度、你嘅心態好敬虔。13節說，波斯國的魔軍攔阻了我。第13節話，波斯國嘅魔軍攔阻咗我。21天。攔阻咗21日。但以理在前面禱告多久啊？但以理喺前面禱告咗幾耐？也是21天。亦都係21日。所以這21天裡面，這個波斯國的魔軍波斯魔軍在做這個不討上帝喜悅的事情，要這個阻礙波斯帝國的國王做正確的選擇。所以呢個波斯國嘅魔軍，佢要就係做唔討上帝喜悅嘅事，佢要攔阻呢個波斯國王嚟到去為上帝做事。所以波斯國的魔軍就是影響波斯國王的邪靈。所以呢個波斯國嘅魔軍呢，就係影響呢個波斯國國王嘅邪靈。所以我們看他的禁食禱告，前面講嘛，在正月24號嘛。所以前面講到，即係佢嘅禁食禱告喺正月呢個嘅24號。那麼21天應該是從正月4號開始。21天，所以應該係由正月4號開始。那麼天使就在這個21天裡面，天使跟他征戰，阻止他做這些這個讓波斯王做出這個錯誤政策的決定。咁喺呢21日裏邊咧，天使咧就同呢個波斯國嘅魔軍嚟到去爭戰，阻止佢咧嚟到去誘導呢個波斯王做出呢個錯誤嘅決策。如果我們讀利未記，我們也知道，這個以色列人的傳統裡面，正月24號之前有2個重要節日，正月14號逾越節，然後15號到21號是什麼？是無酵節。我哋如果讀以色列嘅歷史，讀利未記咧，我哋知道正月24日之前咧有2個好重要嘅節日，正月24號係逾越節。然之後幾日之後咧，就係呢個嘅除酵節。所以但以理無酵節完了，又禱告了3天之後，然後在西底結河旁邊看到了異象。咁所以但以理咧禱告咗21日之後咧，就喺呢個西底結河嘅旁邊咧，就見到異象。那你說，這21天的這個征戰，上帝為什麼要容許這個波斯魔軍來阻礙這個波斯國王的工作為什麼容許有21天的阻礙呢？咁你可能會問，點解上帝會容許呢個波斯國嘅魔軍嚟到去阻礙佢嘅工作咧？咁樣，其實上帝一開始就應允了他的禱告。其實上帝一開始就應允但以理嘅禱告，所以很快就差天使來傳達。所以好快就差遣天使嚟到去傳達。所以我們剛剛也讀了，天使說我是奉差過來的。所以天使我一早就講咗啦，我係奉差過嚟嘅。所以這個時候靈界就發生屬靈征戰，天使被阻撓了21天。咁喺呢個時候靈界就發生咗屬靈嘅爭戰，天使就被阻撓咗21日。上帝允許天使被攔阻其實是要讓我們上帝所有的子民來了解屬靈征戰是真有這麼一件事。上帝容許天使被攔阻，實際上係要令到我哋明白屬靈嘅爭戰到底係乜嘢嘅一回事。很多事情我們不是只看表面，好多事情我哋唔係淨係睇表面，我們要看它的本質。我哋要睇個本質。因為看到了本質，我們就知道專心禱告仰望上帝。因為我哋睇到個本質，我哋就知道專心禱告仰望上帝。所以路加福音18章那邊耶穌講了一個比喻。
所以路加福音嗰度，耶穌基督18章，耶穌基督講咗一個比喻，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要人哋常常禱告，不可灰心。他講到有個窮寡婦啊，嗰度講到一個窮寡婦，他這個受了冤屈佢受咗冤屈，那麼他就去找一個官，一個當官的要申冤。佢於是就去向呢個做官嘅嚟到去申冤。那個當官的是個不義之官，呢個當官嘅係一個不義之官，眼中無人啊，眼中冇人，心中無神啊，心中冇神，他都不理他。佢唔理佢。那麼這個窮寡婦就一直去申冤，一直去申冤。咁呢個窮寡婦就一直去申冤，一直去申冤，申到最後，這個不義之官啊都煩了。直到呢個不義之官咧都覺得佢好煩。算了，我還是給他申冤吧，免得他每天來煩我。好啦，我同佢申冤，費事佢每一日嚟煩我。耶穌講這個比喻，就是要信徒們呢，常常禱告，不要灰心。耶穌用呢個比喻就係要話俾門徒聽，要常常禱告，唔好灰心。一個不義之官尚且會替這個窮寡婦申冤，何況我們的慈愛的上帝呢？一個不義嘅官都仲會聽呢個為呢個窮寡婦嚟到去申冤，何況我哋嘅上帝呢？所以上帝有容許這個波斯魔君攔阻21日，有時候就是對他的僕人、對他的子民的一個信心的考驗。所以上帝容許呢個波斯嘅魔君攔咗21日，其實係對佢嘅子民嘅一個嘅考驗。然後這個加百列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就說忽然有一個大軍這樣。然之後你講到呢個地方之後，佢就話忽然有個大軍中嘅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裏。好，那另外一個天使長叫做米迦勒。另外一位天使長叫做米迦勒。我讓在這邊跟大家這個強調一下舊約聖經包括到新約也有出現講兩個天使長，一個天使長加百列，一個天使長叫做米迦勒。咁喺舊約同埋新約嘅聖經裏邊出現過兩位嘅天使長，一個叫米迦勒，一個叫加百列。那麼米迦勒的名字這個被人家用了，有很多地方都用到。米迦勒呢個名字喺好多俾人哋喺好多地方都用到。米迦勒的這個英文就是 Michael。米迦勒嘅英文叫 Michael。你們知道這個文藝復興時代一個最偉大的這個數學天才、建築天才、藝術天才、美術天才、雕刻天才，這麼多天才集中在一個身上，那個人叫什麼名字？你們知道嗎？Michelangelo。叫米開朗基羅。喺呢個歷史上邊有一個美術天才，呢個數學天才、建築天才，佢呢個畫畫嘅天才，樣樣嘅天才集中喺一個人嘅身上，佢就係米高安哲羅。那米開朗基羅的英文叫 Michelangelo。米高安哲羅英文叫做 Michelangelo。那麼 Michael 就是什麼？米迦勒。Michael 就係米迦勒。Angelo 就是 angel 就是天使。Angel 就係天使。所以他爸爸媽媽給他取的名字叫做天使米迦勒。所以佢父母同佢改嘅名咧就係天使長米迦勒。我們中文翻譯說叫做米開朗基羅。中文叫做米高安哲羅。那另外一個加百列。另外一個叫加百列。加百列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熟悉的一個天使長。加百列以色列人都好熟悉嘅一個天使長。以色列人非常熟悉舊約聖經的。以色列人都好熟悉舊約聖經。所以以色列人他們開發出來的最早的第一批的這個飛彈，我們大陸叫導彈。以色列人開發嘅最早一批嘅呢個嘅導彈，叫做加百列導彈。叫做加百列導彈。台灣不是翻加百列台灣翻天使，因為台灣的人不知道什麼叫加百列但基督徒知道，一般人不知道，就翻作天使飛彈。台灣呢就翻譯叫做天使飛彈，因為佢哋唔知道咩叫做加百列。所以這個我這樣跟各位講是讓大家加注印象，知道聖經裡面講到兩個天使長，一個是誰加百列，應該是誰米迦勒所以聖經裏邊講到兩個嘅天使長，一個就係加百列，一個就係米迦勒。他說就在這個時候，他說忽然有一位天使長米迦勒來幫助我。忽然間喺呢度有一位嘅天使長米迦勒嚟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裡。我就停留喺波斯諸王嗰度。
那么就是这个，我在跟波斯魔军的时候，在敌对的这个时候，这个米迦勒来了，那我就去其他波斯诸王，就是那么在我们现在看，就是居鲁士是第一任王嘛，居鲁士後面的王叫波斯諸王。啊，咁樣而家米迦勒嚟咗啦，咁居魯士係第一位波斯王，咁之後嘅其他嗰啲波斯王咧就係波斯諸王。那麼我們知道以色列人的聖殿呢，在這個居魯士頒發命令，讓他們回去重建之後呢，就1-2年之後就遇到了阻礙。咁我哋知道，即係以色列人佢喺呢個居魯士准許佢哋翻去故里重建聖殿1-2年之後咧，就遇到咗阻礙。所以聖經我們一開始講到居魯士王第3年的時候，但以理怎麼樣？因為聽到這個消息，所以禁食禱告。咁於是即係喺呢個居魯士3年，但以理聽到呢件事之後咧，佢就禁食禱告。那麼在這禱告裏面講到天空的屬靈爭戰也開始了。咁佢禱告嘅時候，佢都知道喺天上邊嘅屬靈爭戰都開始啦。那麼後來居魯士之後是大利烏王上來。居魯士之後咧就係大利烏王上任。那麼大利烏王上來的時候，這個時候聖殿停在那裡就沒有建了。大利烏王嘅時候，聖殿嘅重建咧就停止咗，冇繼續開工。可是感謝上帝大利烏王他還不錯，因為他在那個皇宮的那個歷史檔案裡面找到了一卷詔書。因為感謝神，因為大利烏王喺佢嘅皇宮歷史嗰度揾到一本嘅詔書。你們如果讀以斯拉記就知道了如果你哋讀以斯拉記咧，就知道啦。這個詔書是前王居魯士下的詔書。呢個詔書係前王居魯士所寫嘅詔書。居魯士的命令清清楚楚，要猶太人回去建聖殿。居魯士王所寫嘅詔書清清楚楚，叫猶太人翻去起聖殿、重建聖殿。我們這個波斯帝國，我們還要供應一些材料。我哋嘅波斯帝國仲要嚟到供應一啲嘅材料。有根據就好辦了。有根據就好辦啦。所以那個建殿工程後來又重新開始。所以呢個建殿工程咧，後嚟又重新開始。後來建殿建完了。後嚟重建聖殿完成啦。那麼以色列人是不是就開始安居樂業了呢？咁以色列人係咪就安居樂業呢？也不是，亦都唔係。甚至就在波斯帝國統治時間有一個國王叫做亞哈水魯王，大家聽過？喺波斯王統治嘅期間，有一位王叫做亞哈隨魯王。這個亞哈水魯王他當王的時候，他有個皇后很有名，這個皇后叫以斯帖，你們聽過了對不對？呢個亞哈隨魯王有一個皇后叫做以斯帖，可能大家都聽過。那個時候有一個宰相叫做哈曼。嗰個時候有個宰相叫做哈曼。那個哈曼要害死所有以色列人。呢個哈曼要害死所有嘅以色列人。只是因為以斯帖他的叔叔末底改不肯向他行禮而已。只係因為呢個以斯帖嘅叔叔末底改唔肯向佢行禮啫。因為這個末底改他是猶太人，因為他只向他只拜獨一真神，他不向人拜，他並不是故意這個對你沒禮貌。因為呢個末底改咧，佢係猶太人，佢係敬奉上帝嘅，佢只係跪拜上帝，佢唔向人嚟到去跪拜。其實佢呢個係只不過係以色列人嗰個嘅教導，佢唔係話特登對哈曼不敬。那麼哈曼因為太驕傲了所以哈曼受不了，就要想光害這個末底改還不夠，還要害所有的猶太人，想把猶太人滅絕。呢個哈曼佢太驕傲，佢忍受唔到咁樣嘅情況，佢就要害末底改一個都唔夠，佢要害晒猶太人全族嘅人，害到佢哋滅族為止。那我們看亞哈水魯王，他後來沒有讓這個事情發生。亞哈隨魯王就當然冇讓呢件事情發生，因為上帝在掌管。因為上帝掌管。所以亞哈水魯王後來下令，還重重的罰了這個把哈曼處死。還有哈曼的家族也連累受到遭殃。所以亞哈隨魯王後來仲重罰呢個嘅哈曼，將哈曼處死，仲連佢嘅家族都遭殃。那麼之後還有一個波斯王叫亞達薛西王。
仲有一個波斯王叫做亞達薛西王，你們讀尼希米記就知道了。你哋讀過尼希米記就知道啦。到亞達薛西王的時候，這個聖殿又開始危險了。亞達薛西王嘅時候，呢個聖殿開始又有危險啦。為什麼呢？因為耶路撒冷的城牆破破爛爛破損，誰都可以進去。因為點解呢？因為耶路撒冷嘅城牆已經非常之破爛，人人都入得到去。所以這個聖殿也受到遭殃。所以呢個聖殿呢，亦都受到遭殃。聖殿的外圍是城牆，聖殿嘅外圍係城牆。那麼城牆是保護聖殿的，城牆係保護聖殿嘅。所以尼希米那個時候他聽到了這個消息，他也是非常難過，面帶愁容。尼希米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佢亦都係非常之難過，面帶愁容。那麼亞達薛西王，那麼他就這個發現了，然後叫尼希米回到猶太回到耶路撒冷那邊去，然後還任命他為猶大省的省長，專門管那個地區。咁於是呢個亞達薛西王知道，佢就差遣呢個尼希米翻到去呢個耶路撒冷猶大嘅地區，仲任命佢做嗰個地區嘅省長，掌管嗰笪地方。後來城牆也蓋好了，後嚟城牆都修好啦。這就是講到波斯諸王。呢個就講到波斯諸王。這都是歷史發生的事情。呢個係歷史發生嘅事。可是，在靈界是有征戰的。但喺靈界係有爭戰嘅。所以這個加百列的時候說，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裡。所以呢個米迦勒就話，我就停留喺呢個波斯諸王那裡。好，我們看接下去這個加百列繼續說什麼？睇下加百列繼續講乜嘢？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他向我這樣說，我就臉面朝地，啞口無聲。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開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我主啊，因見這異象，我大大受苦，毫無氣力。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渾身無力，毫無氣息。有一位形象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啊，不要懼怕。好了，聽到這裡。好，我們看這個在這個地方天使長繼續跟他說話。那麼他一這樣說的時候然後這個但以理因為這個受到太大的驚嚇，所以但以理啞口無聲，講不出話了。因為呢個但以理受到太大嘅驚嚇，所以佢直情連嘢都講唔到。後來天使摸他的嘴唇，他就又開始在講話。後來天使摸佢嘅嘴唇，咁佢又可以講翻嘢啦。然後呢，這個講話講了以後這個17節，我主的僕人你怎麼會還能意思我是一個凡人，我怎麼跟天使長來講話呢？然後又渾身無力，毫無氣息，然後又有這個天使又來摸他，然後他又有力量。我們看總共3次最前面一開始有沒有？大家記不記得？一開始他倒地甚至沉睡了，有沒有？稍微把他扶起來，他開始講話。然後這邊又是2次，這個受不了的，這個倒下去，然後嘴巴不能講話，摸他嘴巴，然後倒下不行，摸他，他又再恢復力氣。就是人在這個，在這個上帝的，在上帝所差的天使面前，都這麼的脆弱。我哋睇見一樣嘢咧，呢個天使總共摸咗呢個嘅但以理3次咁多。第一次咧就係當佢沉睡咗之後，按手喺佢身上，令到佢醒翻。跟住第2次摸佢嘅嘴唇，令到佢嘅口可以講翻嘢。再跟住第3次佢渾身無力、毫無氣息嘅時候，又再摸佢，令到佢有翻力量。即係但以理自己都覺得佢係一個人，佢點可以能夠同天使長嚟到去講説話呢？其實我哋喺呢度，我哋睇到作為人喺呢個神喺天使嘅面前係何等嘅脆弱。那你這可能有個疑問，你可能會有疑問。我是上帝的子，我只敬拜獨一真神上帝，天使我這麼怕他，我在他面前匍匐在地幹什麼？
我係即係神嘅子民，我係敬拜神天使，我使乜怕佢？我點解要喺佢面前俯伏在地咧？咁请注意，这个天使长啊，他是带着任务来的。嗱，請注意呢個天使長佢係帶住任務嚟嘅，有个英文叫做 messenger，有個英文係 messenger，他是 bring a message to you from God，他是从上帝那里带信息给你的。佢係從上帝嗰度帶信息嚟俾你嘅。我们看，在中国古时候也是一样，这个在朝廷里当官当宰相的人，我哋中國古時都係一樣喺朝廷裏邊做宰相嘅人，他比这个太监的官位大太多吧？佢比太監嘅官位當然高好多啊！他平常碰到太监，他可以不大理他，太监还要先跟他打招呼。佢見到太監，佢唔使理佢哋嘅太監，仲要先向佢行禮。可是當太監帶着聖旨到他家來的時候，他要下跪。但係如果太監帶住聖旨去到佢屋企咧，佢就要下跪。太監如果沒有帶着聖旨來的時候，太監到他家，那肯定要客客氣，他是當朝宰相。如果太監唔係帶住聖旨嚟嘅話咧，去到宰相屋企，佢肯定要客客氣氣，因為佢係當朝宰相。他帶着聖旨來的時候，奉天承運，皇帝召約，他是代表皇帝說話。當佢帶住聖旨嚟嘅時候，奉天承運，皇帝召約，咁佢代替皇帝嚟，代表皇帝嚟到去講嘢。天使長是奉差來告訴但以理，天使長係奉差嚟到去話俾但以理聽。所以但以理是這樣子的驚嚇。所以但以理係咁驚嚇。但以理說：我主啊，但以理話我主啊，我是我主的僕人啊。我係我主嘅僕人。所以我們看啊，從這個形象裏，我們來看啊，喺呢個形象上邊，我哋咁睇，他不能講話的天使摸他的嘴唇，他講話。佢講唔到嘢，上帝摸佢嘅嘴唇，令到佢講到嘢。他沒有氣力的時候，天使摸他，他恢復力氣。佢冇氣力嘅時候，上帝摸佢，令到佢恢復翻力氣。你想到啟示錄這個第1章裏面講到那個施洗約翰有沒有？你睇下啟示錄裏邊講到嗰個約翰係點樣呢？當他在拔摩海島上，然後這個耶穌基督向他顯現的時候，佢講到使徒約翰當佢喺拔摩海島嘅時候，他說我完全撲倒在地。佢話我完全撲倒在地，如同死了一樣，好似死咗一樣。因為差距太大了。因為差距太大。保羅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去的時候，保羅往大馬士革嘅路途上面去，耶穌向他顯現，耶穌向佢顯現，撲倒在地，撲倒在地，兩眼都瞎了，兩隻眼都盲埋。所以我們人啊，在上帝面前應該知道我們其實多麼渺小。所以我哋人喺神嘅面前應該知道我哋幾咁渺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是何等奇妙。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係何等嘅奇妙。好，我們看這個加百列繼續說。我哋睇見呢個加百列繼續咁樣講，有一位形象像人又摸我的，使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啊，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好，就講了。然後天使一向我說話，我就有力量，我又開始在說了啊。然後我覺得有力量啊。當然我還沒有說，是他還繼續在說。我們看繼續說什麼？20節。我哋睇下繼續佢講乜嘢咯？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何來見你麼？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軍爭戰，我去後希臘的魔軍必來，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先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大軍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軍的。好，我們看到這個地方，他就講到他說喺呢度講到，他說這個我去以後，我現在要回去跟波斯魔軍的繼續征戰。我去的時候，希臘的魔軍會來。佢話我而家要翻去繼續同呢個波斯嘅魔軍嚟到去爭戰。我去咗之後咧，希臘嘅魔軍會嚟。所以我們剛才講到，這個魔軍就是影響一個帝國的君王的那個邪靈。我哋頭先講過呢個魔軍呢，就係指影響呢個帝國國王嘅邪靈。所以我們看加百列跟這個波斯魔軍征戰。我哋見到加百列同呢個波斯嘅魔軍爭戰。我們看地上是什麼情況呢？
地上係咩情況呢？我們看這個猶太人雖然被波斯帝國統治，猶太人雖然係俾波斯帝國嚟到去統治，可是仇敵的勢力始終受到上帝的限制。但係但係呢個嘅邪惡嘅勢力始終係受到上帝嘅控制。那麼這個被擄的百姓呢，在這個帝國統治下，沒有受到太大的逼迫。呢個被擄嘅百姓喺帝國嘅統治底下冇受到太大嘅逼迫。以斯帖的時代，這個哈曼的陰謀也沒有得逞。以斯帖嘅時代，哈曼嘅陰謀亦都冇得逞。我們剛才也講了。正話我哋都講過啦。那麼所以這是他跟波斯魔軍征戰。佢係同波斯魔軍嚟到去爭戰。那麼希臘魔軍的征戰，在第10章並沒有講太多。呢個希臘魔軍嘅爭戰喺第10章冇講太多。可是我們看歷史，我們也知道。但係我哋睇歷史，我哋都知道。波斯帝國下去以後，希臘帝國起來。波斯帝國衰微之後，呢個希臘帝國就上嚟啦。這個時候已經進入兩約之間了，舊約跟新約之間有400年，在這裡面。呢個已經記錄咗喺舊約同新約之間係有400年。那麼我們知道希臘的這個帝王亞歷山大很快就年輕的時候很年輕就死了。我哋知道呢個希臘嘅大王呢個亞歷山大大帝好年輕咧就過世啦。那麼他死了以後，他的整個龐大帝國被底下4個將領瓜分，叫4個王朝。咁佢整個希臘帝國咧就俾4個將軍嚟到去瓜分，變成4個王朝。那麼在這一段時代，我們叫做希臘化時代。喺呢個時代，我哋叫希臘化時代。雖然不是希臘帝國了，因為亞歷山大死了，可是整個是希臘化的文化、希臘化的統治。雖然呢個唔係希臘帝國嘅時代，亞歷山大大帝已經死咗，但係佢哋仍然係沿用呢個希臘文化嘅時代，俾希臘文化影響嘅時代，所以叫做希臘化時代。那麼這4個王朝裡面有一個王朝叫做塞琉古王朝。呢4個王朝裏邊有一個王朝叫做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有一個國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呢個王朝有一個皇帝叫做安提阿古4世。那麼猶太人在被他統治的時候，猶太人俾佢統治嘅時候，他非常的逼迫猶太人的信仰。佢非常嘅逼迫猶太人嘅信仰。極端的褻瀆聖殿。極端嘅褻瀆聖殿。在聖殿裡面居然裝了偶像。喺聖殿裏邊竟然係擺個偶像，而且在向偶像獻祭，然後向偶像嚟到獻祭，用豬來獻祭，用豬嚟到去獻祭，造成猶太人非常大的痛苦，造成猶太人非常大嘅哀傷，好哀傷。可是引發了革命，亦都引發革命。後來猶太人是忍無可忍，因為這個不是對他們個人的逼迫，是對他們整個信仰的這樣子的褻瀆，所以全面革命。呢個猶太人忍無可忍，因為呢個唔係淨係對佢哋個人嘅侮辱，直情係對佢哋信仰嗰個嘅褻瀆，所以佢哋就起嚟革命。還革命成功，仲革命成功。後來形成一個獨立王國，後來成立咗一個獨立嘅王國，叫做馬加比王朝。叫做馬加比王朝。這個馬加比王朝還獨立了還蠻長一段歲月。呢個馬加比王朝仲獨立咗都幾漫長嘅一個歲月。差不多100年左右。差不多100年。當然最後羅馬帝國興起，通通都被統治了。當呢個羅馬帝國興起嘅時候，就佢統治晒所有噶啦。上帝容許羅馬帝國統治。上帝容許羅馬帝國嚟到去統治。就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時候。就喺羅馬帝國統治嘅時候。他的兒子耶穌基督降世，道成為肉身。佢嘅神嘅兒子耶穌基督降世成為肉身。猶太人一直盼望要來的那位彌賽亞降臨了。猶太人一直盼望嘅嗰個彌賽亞降臨啦。這是我們現在來看。我哋而家嚟睇。波斯魔軍也罷，希臘魔軍也罷。波斯魔軍也罷，呢個希臘魔軍也罷。他們所做的有限。佢哋所作嘅都有限。在上帝手中。但係上帝所作嘅。我們華人有句話叫做惡貫滿盈。我哋華人有句說話叫做惡貫滿盈。你看這個惡人一直行惡，奇怪，他有他的時候，上帝不會允許他一直做下去的，不可能的。我哋知道即係呢啲魔軍喺度胡作妄為，但係即係上帝有佢嘅時間，唔會俾佢一直係咁樣嚟到去猖狂落去嘅。什麼時候收拾他呢？
咩幾時收拾佢哋咧？恶贯满盈的时候收拾他们。惡貫滿盈嘅時候收拾佢哋。啊，所以我们看啊，这是啊希腊魔君啊，这个啊波斯魔君。呢個希臘魔君同埋呢個波斯魔君。我们啊，好，这边讲了啊，加百列也说，我要将这些事情呢都记录在真确书上面。呢個加百列講，我要將呢啲嘅事情都記錄喺呢個真確書上邊。哦，那么这真确书呢，英文說 The Book of Truth， 我把它翻作真相書，就是一切事情，所有事情的真相都記在這個裡面。真確書英文叫做 The Book of Truth， 咁我咧就叫佢做真相書，因為佢將一切嘅真相咧都記載咗喺上邊。上帝那裡面有一本書，上帝的那個冊子裡面，什麼事情的真相都在裡面。上帝有一本書，有一本冊子，咩事嘅真相都記錄咗喺上邊。好像詩篇講了一句話：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睛已經看見；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讀一日，都寫在你的冊上。好似詩篇咁講，我尚未形成體嘅日子，你就已經看見；我未曾過嘅日子，你已經係明白晒。我們在地上的時候，難免有誤會別人，或者是被別人誤會的時候。我哋喺地上難免有誤會人哋，或者俾人誤會嘅時候。有時候我們有被人家這個冤枉好人的時候。有陣時我哋都會有冤枉好人嘅時候。這些都不是定案的。呢啲都唔係定案。基督徒有一天我們要見上帝的面。直到有一日我哋要見上帝嘅面。他把真相書打開，一切都清楚了。佢將真相書打開，咁就一切都清清楚楚。感謝上帝啊！感謝上帝。然後這個天使長繼續說21節。然後呢個天使長繼續說，繼續咁講喺第21節嗰度講，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嘅事告訴你。接下去。除了你們的大軍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軍的。所以他就告訴你說，抵擋這件事，就是我跟另外一位米迦勒，就是我們啊，沒有其他來幫助我抵擋了。這邊特別講的是抵擋兩個字。佢呢度講到抵擋呢件事呢，就只有我同埋米迦勒一齊嚟到去做。佢講到抵擋呢回事。其記得我們基督徒啊，我們跟這個罪惡的作戰啊，跟這個誘惑試探的作戰啊，是抵擋啊。其實我哋同我哋基督徒同呢個嘅魔軍嚟到去作戰，我哋係用抵擋呢個字。不是刻意去挑釁啊。唔係特意去挑釁。大家一定記得是抵擋。我哋睇到呢度係敵擋。好像我們抗戰，日本人來打我們抗戰，不是我們去打日本。好似日本人嚟打我哋去抗戰，唔係我哋去打日本。我們看約瑟的榜樣。我哋睇下約瑟嘅榜樣。約瑟對他主人的太太說：我怎能做這大惡得罪上帝呢？因為他主人太太要誘惑他。約瑟對佢嘅主母講：我怎能夠做這大惡得罪上帝呢？於是佢抵擋。這是他第一次，因為他告訴他了，他就馬上就拒絕了。因為第一次，因為佢向佢嚟到去挑釁，佢就拒絕啦。後來是什麼？後嚟點呢？約瑟連說都不說了。約瑟講都唔講啦。後來他天天和約瑟說，約瑟卻不聽從。佢後來日日同約瑟講，約瑟就唔聽。也不和他在一處。亦都唔同佢一喺埋一個地方。我走了。你喺呢度，我走去第二度。第11節，某一天家中沒有他人，他就拉住他的衣裳。第一日，某一日屋企冇其他人，佢就拉住佢嘅衣服。約瑟也不跟他糾纏，你要拉住衣裳，我衣裳不要了，掙脫就跑掉了。約瑟都冇同佢糾纏，佢拉住我件衫，我連件衫都唔要，連件衫都俾埋你走咗去。我們看這個圖畫畫的，這旁邊是門。我睇到呢個圖畫，嗰邊係門。他掙脫了以後就往外跑出去了。佢掙脫咗之後咧，就由個門嗰度走咗去啦。這叫抵擋。呢個叫抵擋。不是說約瑟說我因為有上帝同在，我不怕你。我們就慢慢好好聊吧。我要說服你，沒有，走。佢唔係話我有約瑟，唔係話我有上帝同在，我唔怕你，我嚟同你鬥過，我嚟講服你，唔係，佢即刻走。我從小在台灣長大。我由細就喺台灣長大。我在台灣政壇上有一些非常清廉的一些官員。清廉。有啲好清廉嘅官。那麼他知道有人要來跟他這個送紅包，或者他知道要來送錢。
佢知道有人嚟到要送紅包俾佢，嚟到俾錢佢。當他知道是這樣子的時候，佢知道咁嘅情況之他下，最好的辦法就不見他。佢最好嘅方法就係唔見佢哋。不是進來，哎呀，你幹嘛要這樣子呢？不需要這樣子。他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見。佢最好嘅都唔係話啊，點解你要咁樣做啊？咁講嘅大道，唔係最好嘅方法，見都唔見。第一次的時候不知道可能會見面，第一次嘅時候唔知嘅話咧，可能會見。當他一知道對方的目的是這樣子，就最後面就不見了。當佢一知道對方嘅目的係咁樣嘅時候咧，最好就唔好見。這個叫抵擋，知道嗎？呢個叫抵擋。不是跟他一直談然後最後說好吧，就這一次啊，下次不要了。我告訴你，有這一次就會有什麼呀？第二次、第三次啊，後來就整個變成一個大貪官。咁佢唔係話好啦，即係唔係最後唔係同佢妥協嘅，好啦，淨係今次好啦，下次唔好啦。咁但係有咗呢一次之後，就會有第二、第三、第四次，最後就變咗一個奸官。現在社會的風氣很壞，而家社會嘅風氣好壞，男女關係很隨便，男女關係好隨便。我告訴各位，最好的辦法就是不來往。我話俾你聽，最好嘅方法就係唔來不往。，我要去救他。我要去救佢。你不要救他，你唔好咁樣。你可以為他禱告，讓他趕快悔改，這是可以的。你可以為佢禱告，叫佢悔改，咁係可以嘅。你不要想去說服他這樣子你唔好話諗住去講服佢，因為他是有目的的因為佢係有目的嘅。所以你自己要知道，你這是抵擋你所以知道佢哋係要抵擋。你不是說要去刻意的去挑釁我有上帝同在，我不怕你，怎麼樣來吧？不是，我們對最後不是這樣子的。我哋唔係故意去挑人，我哋有上帝嘅同在，我怕你乜嘢？我特登嚟同你嚟過，唔係咁樣。這邊有一家 casino，呢度有間賭場，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去。最好嘅方法就係唔去。我是基督徒，我不怕，我每天都在那邊看，誰贏了誰輸了。我係基督徒，我去都唔去睇下邊個輸。有一天你就跟他一起去賭了。有一日你就同佢去咗啦。我的意思說，不是說絕對不能去啊。我意思唔係話絕對唔可以去。比如墨爾本那邊有個 casino，它裏面有個餐館，非常好的餐館。比如墨爾本嗰個賭場裏邊有一間非常好嘅餐館。有人約在那個餐館吃飯嘛？有人去嗰個餐館食飯。那只好去那餐館吃飯嘛。咁啊去嗰度食飯。它裏面有些會議室，頒發什麼畢業證書啊？佢哋裏邊有會議室喺嗰度頒發呢個畢業證書。有一位姐妹，她考取了那個會計師的證書。有位姊妹佢考到會計師嘅證書。請我去觀禮。請我去觀禮。在 casino。喺呢個賭場。那我就參加了。咁我咪要參加。我從 casino 出來以後，有人講：哎呀，萬牧師，你怎麼來這裡啊？我喺賭場行出嚟，俾人見到佢。萬牧師，點解你嚟賭場？我們有位姐妹在這邊某一層樓某一層房那邊頒發畢業證書，我來觀禮。我話某一位姊妹同佢我係認識佢嘅，佢今日喺呢度嚟到獲頒呢個證書，我嚟觀禮。我講的是那個賭博現場，我們不要在我們基督徒最好的嘛就更不去。我講緊呢個賭博嘅現場，我哋基督徒最好就唔好去。我在台灣，我是在軍眷村子裡長大的。我喺台灣，我喺呢個軍管嘅村子裏邊長大。軍眷眷屬的眷，軍眷村。即係軍隊嘅眷屬嘅村嗰度長大。我們軍眷的幾乎家家戶戶都會打麻將。軍眷嘅眷屬家家戶戶都識打麻雀嘅。我從小左鄰右舍打麻將。我細個嘅時候，左鄰右里都打麻雀嘅。很多小孩子就在旁邊看了就學會的。好多細路仔喺旁邊睇下就學識埋啦。我沒有興趣，我沒看。我冇興趣，我唔睇。到了我幾十歲了以後，我還一直不會打，別人就問說，我教你好不好？我說你教他看，教了半天我好像我說要記這麼多規則，我記不起來。到我幾十歲嗰陣時，我仲係未識打麻雀。啲人話我教你打麻雀嘅，但係我話咁多規則我記唔掂。當然我不是說他100%不對啊，有的年紀大的人在家裡打一打，訓練腦袋，自己家裡人也不玩什麼大的，就玩遊戲啊，這個我不去定罪這個事情。可是我講的是說，真的是有人因為打麻將打到最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事。我當然唔係話唔學，完全唔好打麻雀啦。有啲人即係喺屋企打下麻雀，即係活動一下腦筋咁樣，呢個係一件好事。但係如果打到傾家蕩產，打到連屋企都冇埋，咁就唔好啦。我知道所有不會打麻將的人都是看都不看。
我知道大部分唔識打麻雀嘅人睇都唔睇嘅。啊，那麼就是最好的辦法就是抵擋。最好嘅辦法就係抵擋，不是跑去刻意挑釁。唔係走去特登嚟到去挑釁。好，我們最後讀一段經文，就會做我們的這個信息的結束。我哋最後結束呢個信息嘅時候，讀一段經文。好，我們讀這個雅各書4章7到8節。雅各書第幾章？你看後面，看後面。你們務要抵擋魔鬼。屬靈嘅，你們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所以以弗所書第6章講到，這是場屬靈征戰，不是我們的血氣去征戰。以弗所書第6章咧係講同屬靈嘅嚟到去嘅仇敵嚟到去爭戰，唔係一般嘅爭戰。所以雅各書講的是抵擋魔鬼。雅歌書講嘅抵擋魔鬼，講說務要抵擋魔鬼，務要抵擋魔鬼，就是你一定要抵擋，就係你一定要抵擋。你不抵擋，他就把你給征服了。如果你唔抵擋咧，佢就會征服你啦。可是你務要抵擋，他說魔鬼就必離開你們，請注意那個必字。佢話如果你抵擋魔鬼咧，佢就必離開你。你們親近上帝。你哋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上帝就必親近你們。各位，屬靈的征戰就是我們在世上遇到一些誘惑，遇到一些罪惡的這個吸引的時候，我們最好的辦法不是認為我們自己有多厲害，不怕他，而是抵擋。當我哋遇到一啲嘅誘惑，當我哋遇到一啲嘅引誘嘅時候，我哋最好嘅方法唔係話我哋自己有幾厲害，而係我哋要抵擋，務要抵擋。你抵擋，他就逃跑了。你抵擋，佢就逃跑。還有親近上帝，仲有親近上帝。你親近上帝就必親近你。你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那麼親近，這是一個心態。親近係一個心態。那麼落實的做法是什麼呢？約瑟嘅做法係乜嘢？以弗所書第6章17、18節有講。以弗所書第6章17、18節有講。拿着聖靈的寶劍。拿着聖靈嘅寶劍。就是上帝的道。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所以聖靈的寶劍是上帝的道。所以聖靈嘅寶劍係上帝嘅道。我願意我們弟兄姐妹大家熟讀聖經。我願意弟兄姊妹大家熟讀聖經。因為熟讀聖經的好處是什麼？因為熟讀聖經嘅好處係乜嘢？讓聖經的思想、聖經的價值觀充滿你這個人。將聖經嘅價值觀、將聖經嘅知識充滿你嘅整個人。因為我們基督徒在世，常常不知不覺被世界的價值觀影響。因為我哋基督徒時時不知不覺之間俾世界嘅價值觀影響，所以我們讀聖經，讓聖經的價值觀在我們裡面怎麼樣形成一個堅固的堡壘。所以我哋時時讀聖經嘅時候，讓聖經嘅價值觀、上帝嘅價值觀喺我哋裏邊形成一個堡壘。然後我們心靈有軟弱的時候，一方面有神的道，一方面我們還可以禱告祈求。所以當我哋心裏邊有軟弱嘅時候，我哋一方面我哋有上帝嘅寶劍，我哋另外仲要禱告祈求。你怎麼樣親近上帝？你點樣親近上帝？看重他的道，看重佢嘅道，熟讀他的道，熟讀佢嘅道。你怎麼樣親近上帝？你點樣親近上帝？在禱告中親近上帝，喺禱告裏邊親近上帝，在祈求中親近上帝，在祈求中親近上帝。這樣你就可以在屬靈的征戰裡面不被打倒。你就咁樣，你就可以喺屬靈嘅爭戰當中不被打倒。而且這種屬靈征戰不是一次兩次的。而且呢種屬靈爭戰唔係一兩次嘅。我們是一輩子都在征戰裡面。係一生人都係喺呢個屬靈嘅爭戰裏邊。有的人以為他受洗完了就畢業典禮了。有啲人以為受洗完之後就畢業典禮。我們是一直渴慕神的道。我哋係一直渴慕神嘅道。一直規規矩矩的在上帝面前禱告。一直規規矩矩咁喺神面前嚟到去禱告。我們一起低頭禱告。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上帝，我感謝你。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讓我今天看到但以理是在一場屬靈征戰裡面。我哋今日睇見但以理係喺一個嘅屬靈爭戰嘅裏邊。但以理在禱告裡面得勝。
但以理喺禱告裏邊嚟到去得勝，他在禱告裡面得着上帝的啟示，佢喺禱告裏邊得到上帝嘅啟示，他在禱告裡面也得到了上帝的安慰。佢喺禱告裏邊亦都得到上帝嘅安慰。但以理常常看在他之前的先知所寫的這些書信，但以理常常睇喺佢之前嘅先知所寫嘅書信，他重視上帝的話語。佢重視上帝嘅話語，讓我們今天的信徒也知道，讓我哋今日嘅信徒都知道，我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我們。我哋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我哋。我們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開。我哋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開。我們這樣禱告，感謝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我哋咁樣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